好重要嘅。佢話林先生咧係前和黃人力資源嘅董事，係李生旗下高層負責收購項目、獎勵制度、人才培訓咁多。喂，淨係呢啲啫，喺間咁大嘅公司啊，即係話佢要食腦啊！咁如果佢出嚟講幾句咧，咁大家就要鬧嘅，要塞錢入袋嘅。大家側耳而聽，熱烈掌聲歡迎陳先生。改變嘅重要性，嗰一句説話咧，呢個係我一生嘅座右銘。因為改變才有希望。現代人，我唔感覺係好多人有希望。因為對比係咩咧？你會用身體每一日嘅經驗咧，去能夠悟出呢啲名句：改變才有希望，運動才有空間。你試下逼地鐵，夾住，今日我就喺東涌逼地鐵出嚟啦，夾住。係咪？前面一個阿嫲，後邊一個阿婆，喐都冇得喐。原來我哋人生啊，夾住。點解好多人覺得係無奈咧？就因為喐都唔得。究竟何處是吾家？呢個就係我睇到今日好多人需要改變嘅真正嘅理由。但係想改變嘅人多，真正能夠懂得改變嘅人少。所以我今日咧就透過呢20分鐘咧，分享我嘅經歷。OK， 好吧，因為我70啦，自己70古來稀，咁我相信咧今日同你講完之後咧，我仲有冇明天我都未知，所以我今日係最精彩嘅節目，因為我唔知道下一次最精彩我仲有冇份，所以我今日會搏命同大家講，好嘛？傾盡老命，人生70古來稀。嗱，今日咧成個架構係咁樣嘅，我想大家聽完我今日所講嘅咧。我嘅肺腑之言咧，你要珍惜眼前嘅，就係今日你遇到嘅 New Skin， 絕對係最好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要過去舊嘅 New Skin 有血有淚，我點樣走過嚟？我係奉勸大家今日一定要珍惜今日嘅 New Skin， 因為兩者之間太大分別。好多人咧，因為好多時咧唔係真係用腦去諗嘢，淨係用個感覺。所以好多時咧，你揾到個好老婆，成日散；揾到一個咁好嘅機會，你知道香港人咧又散。所以呢個就係無知。所以我希望今日咧係透過我有少少嘅幾分鐘嘅分享，我就係俾呢個女士引誘我加入 New Skin。嗰陣時我好好地去到50歲，仲有咩改變啊？諗住。喺度嗰度山高皇帝遠都唔錯啦，對比好多香港人叫做打工太監，我唔敢講皇帝，皇帝就係我頂頭上司霍建寧退休咯。咁佢係香港嘅打工皇帝，公認。所以咧，我希望喺嗰陣時候我嘅改變係有原因。當然今日嘅私人嘅理由唔需要大家聽啦。最重要就係、當我因為中國嘅市場喺03年去步入中國市場嘅時間。係唯有中國市場吸引到我，因為我嗰陣時我收購咗6個產業，我睇到中國嘅改革開放咧。如果我要挑戰我人生嘅下半場咧，呢個空間啱我 ，Not Hong Kong。所以你見到我雖然經濟學啊，搞咁多呢啲咁嘅收購啊，我睇到香港咧係好危險。但係如果俾我中國嘅發展係冇風險嘅一個咁大嘅空間，咁係吸引到我入去。所以我喺辭咗職之後嘅2002年嘅年底嗰幾個月咧，我嘗試走出嚟幫我老婆睇下點樣學多啲嘢，睇多啲書，準備入中國搏殺。當時有一個故事同大家分享。咁我係一個直銷新人，我未做過，但係當時佢下邊有一個咧姓郭，仲大我幾年，係一個直銷嘅老傳銷。佢跟住有一日走埋嚟我身邊，佢以為我好猛，係咪？跟住問我，佢話：我可唔可以反映啲嘢俾你知咧？我可以。佢話：你可唔可以同公司反映咧？佢話咧 ，New Skin 嗰2萬至3萬蚊每個月要求嘅業績咧，係一個死穴，係一個陷阱。如果公司想發展咧，一路係唔受呢個困擾咧，能夠有釋放發展起嚟嘅咧，一定要改善。因為咧好多人咧，當佢未準備好 ，OK，
未有足夠嘅功夫，但係我哋好多所謂上級就逼佢下山報父仇，佢一落去就死咗啦。所以咧，你見到咧，訓練未足，功夫未夠，但係講緊嗰陣時2-3萬，你諗下20年前幾錢？你話叫嗰班友點做？所以佢做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都咁吃，我老傳銷，我點揾人？所以佢同我講一句説話，佢話可唔可以同公司反映咧？嗰啲新人去到主任，即係有個空間，起碼你有1年半載嘅時間咧，係減半嘅要求。譬如舉個例，1萬業績或者1萬業績，讓嗰啲人能夠生存到。如果你冇心血，即係就唔會有希望，係嘛？大家都知道 new blood new hope， 所以我希望咧，當時我都唔知佢啱唔啱，但係我覺得好有道理喎。我試下同你邀約啦，咁啊跟住你知個結果㗎啦，係嘛？人哋打工嘅啫嘛，係咪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嗰陣時又唔錯，梗係唔喐啦。所以佢萬念俱灰咧，就同我講拜拜。臨走嘅時候仲叫我小心，臨走嘅時候仲下毒咒。冇錯，我做中國嘅啫。嗱，啲故事話俾大家聽係咩咧？因為你有冇聽過以前20幾年、30年前咧做 New Skin 嘅人咧，人哋叫做貴族生意。你有錢有能力，你明白係生意，諗住博大堆嘅咧，你有心理準備。我要同你砌1-2年，我先準備賺錢。呢1-2年裏面咧，你覺得你要有耐性，同埋咧你要有能力去守。你唔好諗住嚟揾飯食，你一定餓死。所以嗰陣時咧係所謂貴族做嘅，即係話優質嘅人做，但係直銷係比平凡大多數咁。所以你唔好怪咧呢段時間嗰啲年輕人，如果我3個月、6個月我揾唔到食，睇唔到希望，人哋走係應該嘅，人哋唔使交租，人哋唔使坐車。所以有陣時你怪嗰個人，不如怪自己。所以我喺10年之後咧，不斷同公司開會咧，我係反映呢個係阻礙公司大發展嘅其中一個陷阱。我希望公司能夠喺呢方面諗一諗，讓新人有一段時間去適應，去增加佢嘅信心，即係等佢免除呢個壓力，讓我哋有足夠嘅時間換取空間咧，能夠訓練佢，能夠讓佢咧係相信有成功信念。如果唔係的話，我哋揾一個死兩雙。所以我問個公司 turnover 最高係邊個月份？係3至6個月入嚟嘅新人係死得最多。點解？我買咗1個月嘅貨，再摘多2個月嘅貨，你又同我講賣得，我跟住賣得咁辛苦，所以好多時係被欺騙嘅感覺啦。記住，我如果今日唔係有新嘅餘生，我就唔會講呢個舊嘅秘密，好似變咗講負面。明我講咩？我讓你知道我哋呢啲老嘢係幾辛苦走呢段路，你係何等幸福，大哥。咁你聽我講，但係如果公司唔改革，我走去同人哋講唔好做啊，咁我都跳樓啦。所以今日唔係講負面，係我夠膽面對現實，同大家講真話。你哋今日遇到嘅 New Skin 係乜嘢咧？嗱，我因為有呢個經歷，我先至寫到今日呢個爆歌，好嘛？希望大家欣賞明天嘅 New Skin。OK？呢度咧同大家分享我個座右銘，好嘛？因為我喺10年之後咧，我自己幾廿歲人啦，做咗咁耐生意咧，係一個老豆唔識字，我老豆係閩南嚟，溝落嚟香港，我自己爭取我嘅人生，所以我係可以企即係趴得好低，但係亦都同李嘉誠呢一類人嘅咧開會咧，亦都可以睇得好遠，明白嗎？所以我係比較特別嘅。我希望同大家講，我睇咗咁多嘢之後咧，到今日好多人咧，我有句詩送俾你，有個詞係南宋嘅辛棄疾，佢好想咧打返北宋，但係後尾唔得啦，臨老。咁有一日咧，佢萬念俱灰咧，佢唔知何處是吾家。咁有一個詞咧，大家都聽過，係咪？眾裏尋他千百度，佢周圍揾，我邊度可以安身咧？係嘛？驀然回首，突然間不經意見到有啲莊稼，即係耕田嘅地方，佢就話即係
就在燈火闌珊處，就係咁簡單咁明顯嘅，點解佢 overlook 咗？所以跟住咪喺嗰個地方裏面 settle down，耕種度佢餘生。呢句説話代表係咩咧？查實我哋尋尋覓覓，原來 New Skin 今日嘅喺你身邊，但係好多人咧，即係同呢個女朋友就諗住同個女朋友，呢個結咗婚就諗住包幾多個，所以咧永遠咧係唔識珍惜眼前人。所以呢句説話同大家講咧，你哋何等幸運遇到今日嘅 New Skin， 因為我睇過咧，能夠改變你嘅人生咧，僅此冇第二個，其他都係呃你。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身高。你讀書就做餘生啦，大佬。我見到幾多博士、碩士、專攻成隻狗咁，讀書叻冇用，你可以運用到，能夠發揮貢獻社會、改變自己嘅人生先至有用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希望做呢個生意成就大業者，你要做大，功在真誠心。包括我今日講每一句説話係老實，我定不需要咧係靠呃，明唔明啊？做 New Skin 嘅人咧，如果靠呃嘅咧，我相信你今日唔見到佢喺度同你講嘢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咧開始進入今日我俾大家睇嘅今日新嘅 New Skin， 唔好再講以前嘅嘢好嘛？大家都知道㗎啦，大家好多係過來人㗎，我講嘅嘢你係咁講點解啫？我同你講咗㗎啦 ，OK。好啦，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好想係講一句説話，天真係，我呢個主題點解咧？就係話我哋好多嘅人生咧，就係好多時自己先係最大嘅敵人，俾自己製造好多嘅理由、藉口、障礙，明知嗰度最正嘅，跟住諗好多妖魔鬼怪，都係冇，查實自己先係最大嘅敵人。所以你今日能夠克服到咧，俾你人生一個改變，但係點改變咧 ？New Skin 係咪一個可以改變妻生就在燈火闌珊處，你未來最重要嘅一個平台咧？請聽下回分解 ，OK？ 嗱，一開始嘅期間咧，我講得好清楚啦。我希望你哋相信我所講嘅今日嘅趨勢同埋社會嘅現象，因為我每一個提出嚟嘅咧，都係有書人證。我哋開始進入一個叫做低慾望嘅社會，由日本開始，今日已經係香港係特別受害嘅。今日好多香港嘅年輕人咧，我哋叫做宅男，點解咧？無慾無求 ，OK？ 即係話低慾望社會咧，你見到好多人已經咧唔想改變，安於現狀，等老等死。但係前年一寫呢本書咧，俾我好大嘅感覺。即係話，連啲人改變咗，都慢慢形成咧 M 型社會咧，即係話有錢嘅好有錢，跟住中產慢慢沒落，開始跌落係咩咧？低勞動，就日本如是，香港都係如是。OK， 我哋一定要明白呢個趨勢，再加以咧，我哋自己已經整成自己咁，原來出邊嘅世界咧，仲讓我哋死得更快。點解咧？出邊嘅世界就係國際動盪，今日唔同大家講政治戰爭，大家都知，明唔明我講咩？有幾多場戰爭？大家都估計27年咧，最大再爆發戰爭嘅咧就係朝鮮半島同埋台灣半島，即係台灣。OK， 咁嗱，你會發覺咧，國際動盪、戰火頻生、經濟衰退，因為我自己修經濟學嘅，你淨係睇美國今日嘅通脹。再睇下佢36萬億嘅國債，5%，你會睇到而家嘅利率，佢淨係還債都1.8萬億，係佢嘅8-9% 每一年嘅收入。你諗下，佢點解要縮減咧？佢已經係赤字啦，再加埋仲要還息，所以特朗普出嚟發晒癲，你明白佢就冇辦法咁，因為美國而家經濟嗰個通脹又搞到咁，佢搞嘅戰爭又搞到而家通脹。跟住咧，佢冇辦法壓呢個通脹，即係唔能夠減息，唔能夠減息咧，即係坐住等死。所以大家如果揸住美金，而家好多人都講啦，香港唔好再掛呢個美金，亂啦佢，話得翻5分鐘。喂，你有冇搞？
頭先佢用多咗，你繼續嗰度。好快好快嗱，希望大家咧係咩明白個時勢咧，即係話我哋自己已經唔爭氣，外邊嘅世界仲要加多把，加多腳，咁我哋係咪等死？你死咪算咯。喂，對你有信任嘅家人，你愛嘅家人，你真係讓佢死，攬住死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改變嘅道理，好嘛？咁我開始睇啦。變幻係永恆。即係話要你改變，要你死咩？呢個世界都係變幻㗎啦。但係要你變咧，你一定會開心，唔好認為有壓力，好多人逼你。即係你覺得哇好正喎，即係我隨遇而安去改變，因為開心先至有個動機想改變。咁你點樣開心咧？所以我成日叫人哋你想改變係咩？頭先阿 Ben 中講得啱，一定要努力係揾自己喜歡嘅工作，開心，借助開心俾自己改變，唔好成日一出到嚟就愁眉苦面啦，我被逼嘅，呢個害我啊嗰個。而家香港人翻工喺地鐵過都咁嘅衰到，係嘛？我喺地鐵俾人踢咗幾腳，因為佢話肥佬阻住咁多，打咗咁多位，一腳踢埋嚟，佢知嘅。我話黐線嘅踢我腳，再望下佢，我話傻嘅，真係香港人好多。咁我希望話到俾大家聽，揾自己合適嘅工作。呢本書《Gig Economy》你睇多啲，你以為我吹水啊？因為而家今日叻嘅香港人咧，都希望冇咁大壓力，做自己喜歡做嘅嘢，做 freelance、work from home， 揾自己嘅嘢，唔再喺度好似以前打工奴隸，呢啲叫做叻仔叻女。所以 freelance 嘅工作今日係好多叻嘅人咧，想去尋求。咁究竟我哋 New Skin 作為中間一個過渡，可唔可以俾到一個最好嘅 freelance 工作，讓佢揾到錢，亦都開心，做又得，唔做又得。你個樣衰唔同你講又得，由我主宰，你話幾好？呢個世界係咁嘅，其他兼職你試下揸的士啊，一定呢一間翻去，啱唔啱啊？你試下做看更打卡入去。所以咧，真正嘅 freelance 就彈性、開心 ，OK？ 咁即係話，好啦，如果我真係揾份兼職，你有腦嘅咧，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份兼職係咪俾我學到將來有機會做生意，能夠揾多啲錢，能夠培育我呢方面嘅興趣同埋我嘅技藝。保健產業，保健產業邊個講嘅？呢本書《財富第五波》Wellness Revolution， 2011年 Paul Pilzer 呢個經濟學家寫嘅。我好簡單講。因為我就身處其中，佢話1946至1964年叫做世界嬰兒潮嘅人啦，當時寫呢本書係40幾至60幾歲，佢話呢批人生產力最強，而係最社會嘅最精銳，呢批人嘅特性同佢嘅前輩唔同，前輩嗰啲咧係認命，同哪吒唔同，哪吒話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嗰班人話衰佬啊衰佬，但係世界嬰兒潮打下，跟住18年一個代啊！跟住 X 新世代啊，跟住咧千禧世代等等咧，都係抗拒，唔想自然衰老，抗衰老，所以保健意識就喺世界嬰兒潮呢本書講開始興起，有咁大嘅需求，未來最大嘅生意嚟自保健產業，保健唔係保健品咁簡單。而家今日所有咩瑜伽啊、咩健身館啊、咩中醫啊，又捉呢樣捉嗰樣啊，又呢樣嗰樣嚟咁啊，幾大產業。我係話俾大家聽 ，OK？ 呢個就係大趨勢。如果我揾份兼職又開心，未來有機會會準備加入賺大錢嘅行業，應該係好。應該係 OK？ 好啦，我哋再睇睇。咁點解有啲人諗嚟諗去都諗唔到直銷？因為人通常會用感覺，唔用思想，唔諗嘢。有冇聽過一條村裡面突然間好多狗吠？係唔知第一隻狗吠先，隻狗吠有原因，因為見到個影，跟住其他嘅狗聽見佢吠又吠。今日成日鬧直銷嘅人，原來未聽過未做過。總之佢阿媽鬧佢，跟住鬧，阿爸鬧又鬧。你問佢咩嚟㗎？佢鬧。大家鬧需要，因為大部分都係用腦去諗嘅，唔感覺。OK， 冇辦法。所以咧，好多時以為直銷呃人嘅、賣嘢嘅、低檔嘅，醒目唔會做嘅。你睇下
你睇我坐喺度前面呢批就係我偶像，呢啲就係我前輩。我去到美國啊，我覺得自己好卑微，我爭啲做小春子、小蜜子、小蜜子爭咁樣嘅，跪拜喺佢面前，因為值得佩服。仲剩8分鐘，1個鐘係嘛？搞錯你，係對啦。好啦，原來咧佢哋係唔知咩嘢叫做直銷。直銷嘅含義喺邊度？有幾多合法優質嘅直銷對社會個貢獻？我自己睇到，我自己冰天雪地去到黑龍江雞西市，啱啱開我哋嘅雲山工廠。你知唔知我哋咁辛苦去到嗰邊個幾鐘頭，一批細路仔排咗個幾鐘，就係等我哋咧講爆咗個咪，就係等我哋俾翻物業餐。你知唔知我見到幾多呢？跟住我每一次咧，先天心臟嗰啲阿媽帶住自己啲仔女上堂喊苦喊忽，感謝呢啲，你見幾多嘢？有幾多真正嘅機構可以對社會有貢獻？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呢先就有心有力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好快啦！人生嘅另一扇窗，即係話我哋真係人生咧，係咪真係由我不由天？如果真係唔認命，咁點咧？你老豆又唔係李嘉誠，咁點咧？原來就係話道門閂晒，後邊會唔會有一扇窗？會唔會真係有一個機會咧？原來喺新嘅 New Skin， 即係話即將喺今年發生嘅咧，我同大家講。首先直銷咧就係替代傳統，傳統就係乜都係要你做，直銷係咩？單打獨鬥，即係傳統裏面咧。投資啊、科研啊、產品啊、marketing 啊，全部你搞掂，死就死你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叫交互式合作企業，只要我哋願意付出我哋嘅人脈資源、時間資源，我哋嘅努力，揾到一間好嘅公司，能夠有科研產品，能夠有所有嘅制度裡面去配合咧，咁即係話我哋大家都做通路，做通路係咩？係不斷延伸接觸唔同嘅客戶，你都需要業績㗎嘛，你講冇用㗎。即係話透過通路裏面咧，就係做直銷裏面咧，係一間企業同一般人合作嘅唯一機會。係啦，出邊有人同你玩，呢個嘅遊戲規則就有人會同你玩。OK， 咁我哋咪揀咯，即係邊間係真真正正有個基本嘅條件嚟同你合作咯。你走去揾非法傳銷，等你死啦！即係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，你唔使可憐佢，但係做 New Skin。個個都仰慕你，一句説話。所以現實最佳咧，你應該要揀一個最優質嘅直銷公司，你認為你配得起佢。跟住係咩？係嘛？因為你開始從事一個未來最大嘅產業，喺個過程裏面一個最好嘅，我認為兼職嘅工作，一路學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睇睇。時間差唔多，我俾你做一個 wrap up。好快，我講啦，呢度唔使講噶啦，大家都知道 New Skin 產品正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如果係兼職工作，喺過往我哋淨係賣嘢，1000幾百蚊睇人面色，所以嗰陣時入咗嚟都唔喐。但係未來係咩？你開始開分店，有任何嘢倍增，直銷最好嘅價值就讓你有倍增效益，同埋有持續性。呢度喺 BA 已經俾你。以前去到主任先至俾你，係提早俾你。所以咧，如果如新時代係咁樣的話咧，連呢兜友咧，世界最聰明都話借嘅，係你話選擇嘅，呢個咪聰明選擇咯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去到 BA， 如果你係懷住真係唔好害人呃人錢去幫人嘅，係嘛？記住，知道如新公司未來嘅重點就係支持吸納 BA， 未來。你睇下而家 New Skin 調動好多嘅資源咧，未來就係發展 BA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哋首先由一份彈性嘅工作開始 ，OK， 跟住如果你肯發展的話，由過往約我係1000零2000蚊嘅兼職收入，有機會1年能夠過萬。特別我定嘅目標咧，俾我下級就2萬，當然我會有4個 plan 俾你哋。咁即係一份兼職有1萬零2萬，我開心㗎啦。萬般皆下品，唯有 New Skin 嘅兼職最佳。OK， 好啦，
我哋再睇落去。OK，我哋就咁啦，好嘛？阿龍生，我哋如果俾你再講落去咧，我諗今晚要開宵夜㗎啦。嗱，應該唔講嘅，不過大家好似反對。我左好，OK，好。喺呢個事業裏面咧，你會發覺咧，我哋產品 confirm 係好嘅，大家都知道。市場係有需求，只不過咧，今日 Newskin 喺個制度改咗之後咧，我哋係能夠達到我哋經營呢個事業裏面嘅理念，即係發揮倍增性同埋持續性。只要我哋唔好諗住淨係去賣嘢，或者拉人頭呃人。總之我哋發揮做呢個事業裏面嘅優勢同埋優點啦。我話俾大家聽，呢門嘅生意你唔成功天手。好嘅，thank you。咁啊，